啊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晚间杂志发布着县市首长的满意度，摕到5粒星的5个首长：新北市长侯友宜、桃园市长郑文灿、新竹市长林志坚、屏东县长潘明安，甲连江县长刘正英拢来领奖，嘛来发表着因对家己的县市未来的规划。 新北市、桃园市、新竹市、屏东县，还有连江县5个大县市的首长做伙徛伫台顶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那么这么多年来呢，我们就一直非常客观，也非常中立的来进行我们这个调查。我们100%就是地方老百姓对县市首长的评鉴。原来是晚间杂志举办各县市首长满意度的调查，特别邀请摕到5粒星：新北市长侯友宜、桃园市长郑文灿、新竹市长林志坚、屏东县长潘明安。 连江县长刘正英，所以新北市一直希望朝着整个北基桃宜1000万的人口，带动大台北发展的一个梦想。我希望我的第2届可以打下未来桃园10年、20年的发展。林志坚、潘明安，还有刘正英，拢讲明年要过来。依循着去参考做得好的地方首长，我们去向人家学习，去跟人家请益。感恩县民以外，也要感谢我们县府的团队，这几年来一直被我的压榨。当然要更精益求精，要继续为县民的福祉、马祖的进步来努力。 5位县市首长，25粒星的魅力，希望予各自的县市会愈来愈好。